家境的南北差来，马路上是标马呗，眉毛都比那个偏点，刚给你家呀看见，我一般说家还不美，不懂我男女人嘛俺们见见，哪里没有别的姐，知道老李今天韩国，你没让老两条件不到往那九龙给，你就去说那好不娘的那个脸就对，哪里公路今天才下了每个哪里开业，今天了你。今面上会对，今天的店里对你明天给把老广安起，老满的光，老大老苗山呀，给今天把人说了，老在某某别来起。虽然看来你梦呀，远。